相信有真侪乡亲捌去指南宫领过钱母，去年因为疫情关系，这个指南宫领钱母活动全咧暂停。今年因为疫情有较稳定，庙方嘛决定讲要重新开放。不过为了安全起见，毋但要求民众排列的时爱排较快咧。你若无挂喙暗，会被取消资格。同时，无像较早呢会提供一寡点心。规定虽然有较严，不过透早依然有袂少乡亲呢，毋惊12度气温去排列排将近2公里长。 用简单的加速炉来煮滚水，边的芳厝内底，阁有被仔、困地仔和衫裤，这拢是准备要排队来抢指南宫钱母的民众。阮29来排吧，29暝差不多离迄个8点来9点，我嘛惊着，我拢无半个人啊。阮29号。寒呢，恁拢在处理？哈，就款是开始。指南宫去年为疫情取消跨年排队领钱母的活动，改做其他方式，共款真正人。今年为疫情较袂重新开放，人嘛有搁较侪，庙方嘛严格要求要遵守防疫措施。一定要戴口罩。 把距离拉长一点。过来我们前几年我们都有发一些就是饮料啦，还有点心啦，给这些信众他们加这里较潇洒。那因为做疫情关系，我们今年就不发了。另外，迎年亲戚民众排队的顺序来发无同的特别。今年庙方改做用抽卡的方式来决定，虽然方法改变，规定嘛真济，不过一透早要求袂少人伫12度的气温开始排2公里长的队伍，就是希望会当领到钱母来做纪念，保平安。